为加强推行语文教育，提升本乡辖内学校师生及民众语文素养与学习兴趣，秀林乡公所于7日在秀林国小举办秀林乡112年语文竞赛。秀林乡公所文化观光课长高海瑜、各校校长、本乡各区代表及村长皆一同到场关心学生比赛状况。感谢大家今天能够还是一样这样的热情的参与今天的盛会。那最后代表乡长，然后祝福大家身体健康、平安喜乐，祝福大家都有一个很满意的成果哈！谢谢大家，好，那么拜拜。经过一天比赛的结果，各获奖名单如列：国小学生组国语演说第1名嘉明国小胡泽恩，第2名秀林国小张佩成，第3名富士国小吴恩允；国语朗读第1名三站国小胡永兴，第2名和平国小李永琪，第3名水源国小郭涵义；太鲁阁族语朗读第1名崇德国小夏婷妮，第2名同门国小罗恩玲，第3名和平国小尤敏珍；阿美族语朗读第1名文朗国小陈凯杰，写字第1名和平国小黄雨柔，第2名景美国小李新蕾，第3名三站国小王玉凯；作文第1名崇德国小吴新雅，第2名和平国小杨玉文，第3名同兰国小宋张环去；字音字形第1名和平国小林家威，第2名嘉明国小郭宁，第3名水源国小滕曼宁。本次参与语文竞赛为本乡辖区12间小学，选手总计66名，分别参与朗读、情境式演说、国语演说、字音字形、写字以及作文等竞赛。期望各位参与选手能够拿出最好的实力，为学校与秀林乡争取最高的荣誉。秀林乡公所梅宣组报道。